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今日係3月7號星期五啦。咁就琴日條片提到，評級機構可能下調，有機會喺未來12到24個月下調香港嘅主權評級。咁當中我都提到呢，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呢就反駁咗其中一個評級機構惠譽呢對香港財政惡化嘅一個批評啦。咁其實留意翻之後一日呢，我都見到政府呢係再就另一個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呢，就香港房地產市場政府挽救不力，甚至可能會蔓延到中小銀行嗰個信貸風險呢，係作出咗報告。而政府呢亦都好罕有呢，係用政府發言人嘅身份呢，係回應咗標準普爾嘅報告，咁係另一次嘅反駁隊出動啦。咁我自己做財經新聞時間比較長一啲啦。其實過去我見到呢，即係就住呢啲譬如主權評級或者係一啲樓市銀行體系嘅風險報告呢，其實經常都會有嘅。咁但係過去我見到政府呢，可能最多都係即係出嚟回應下。簡單講下就話呢啲風險我哋會留意嘅，政府唔會俾啲風險擴大嘅，都係用一啲居安思危嘅回應啦。咁但係由最近呢兩次所謂反駁隊財經嘅反駁隊出動呢，都反映咗呢個財金嘅團隊呢對呢啲負面嘅批評呢都作出咗一啲戰狼式嘅回應，正如好似其他一啲局長一樣喎。咁呢個我形容係比較罕見一啲。咁背後嘅理由係咩呢？其實我好相信呢係因為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呢，陳茂波以至佢個財經嘅團隊呢係承受咗好大壓力。因為有唔少嘅批評呢都指今次嘅預算案呢係陳茂波歷年以嚟呢最差嘅一份。講緊唔單止對市民嘅福利削減啦，派糖嘅措施冇啦，甚至係對成個財政預算已經面臨一個結構性嘅財赤呢，都俾唔到一個解決嘅方案，反而係不斷以債冚債，將未來嘅發債規模擴大，以至係用一啲好表面、好化妝術嘅一啲財技，將財政赤字分為經常帳同非經常帳。咁其實呢啲根本就冇乜意義啊！你成個政府嘅帳目只可以即係統一嚟睇嘅，唔可能將佢拆分開經常帳或者非經常帳，咁樣嚟蒙混過關，甚至到2930年，即係陳茂波任期之後呢個財赤仍然未解決，將個責任係留俾下一屆政府，以至係下一代嘅香港人。咁呢啲批評呢，其實都係反映到呢政府本身呢對呢個財政赤字呢係根本冇一個根本性解決嘅一個思維。我留意到社會學者呂大樂呢亦都喺星期五嘅明報文章呢都批評政府呢對呢個預算案呢今次係表現突然間遭到突襲呢係感到無所適從，甚至係即係完全唔知點樣回應。咁因為今次其實預算案發表前呢，大家都大概會有一定嘅預期啦。咁其實大家都相信派糖嘅措施會減少噶啦。咁而亦都知道財赤嘅問題唔係一時三刻，因為李家超特首都已經向習近平述職嘅時候講，財赤問題要3至5年先解決嘅。咁理論上呢，其實成份預算案呢應該都係平平穩穩，唔應該會有啲咩出現問題。正如呂大樂講啦，應該都係開始嘅時候都係大安旨意坐定粒六，咁但係後尾發生一啲裙拉褲甩，以至係即係俾人批評之後顯得進退失據咧。其實就陳茂波，我相信咧佢自己係相當之唔好受，因為今次預算案所謂嘅突襲咧，其實一方面係嚟自所謂對學童嘅一個2500蚊嘅一個津貼，喺教育局自行決定係刪減之後咧，係引嚟學界家長猛烈嘅批評。咁呢個咧應該都係陳茂波意料之外嘅。咁但係另一邊，譬如可能講緊2蚊搭車，其實你講到之前咁大影響，可能會影響到政府嘅長遠財政結構。咁但係原來你講緊未來5年，其實可能影響嘅都係講緊60億嘅開支，當中仲已經包括埋呢個交通津貼嗰部分。咁其實根本同你講嗰個事實咧，根本就唔係嗰一回事。咁都反映咗咧，其實係財政預算案咧喺呢方面嗰個考慮咧，根本係並唔周詳。
正如呂達樂講啦，其實過去政府喺做呢啲咁重大嘅決策，無論係財政預算案、施政報告啦，都會有一個所謂紅隊演練，即係話政府內部咧都會面對住可能出現一啲批評、一啲政策障礙，既會事先向一啲受影響人士放風，咁甚至可能係向政界或者係報章咧係發布一啲可能敏感啲嘅消息，令到公眾咧可以做一個管理預期。咁但係今次睇翻成個預算案咧，似乎喺呢方面咧嗰個力度咧就並唔足夠，而當中最重要當然就係講緊嗰個財赤。經常政府就話財赤可控，其實我見到可控呢兩個字咧，我就相當討厭。你無論係由政府講財赤，以至係譬如經濟風險，以至係一啲銀行講緊佢自己嘅貸款風險，金管局亦都係，佢成日都會用一個可控呢個數字呢個字眼。其實可控呢個字眼根本就冇乜意思嘅。你基本上其實你係知道個風險喺度㗎啦。咁但係而家我唔承認呢個風險喺度啊嘛，我咪話可控咯。基本上個問題喺度，但係我唔去解決，亦都冇諗過用咩方法去解決，就簡單用一個可控呢個回應，其實係即係相當之唔負責任嘅一個字眼，亦都反映到政策思維咧，其實係即係相當之唔理想。咁而家你似乎睇翻政府回應標普嘅報告咧，我覺得其實都幾無力。呢個反駁隊咧就相當之唔專業啊！你講緊譬如標普形容香港個房地產市場係出現供應過剩，咁呢個其實係所有香港人都知㗎啦。無論你係住宅樓，更加唔好講商業商鋪。過去3年幾，我哋個樓價由高位回落咗2成8。你同我講話住宅市場並冇供應過剩呢個講法，簡單係只係用去年私人住宅空置率係4.5% 嚟作為一個回應，話同過去20年嘅平均數係相若。呢個完全都係冇說服力嘅。邊有人用空置率去講到底未來嗰個住宅係咪供求係可以平衡嘅呢？我哋講緊未來3-4年嗰個可以出售嘅一手供應，講緊有107000伙，呢個都仍然係貼近歷史新高。而舊年雖然話樓市轉旺，但係你講緊個平均吸納量都係大概係15,000到20,000伙。咁你點可能會喺咁龐大嘅供應之下，可能要5-6年時間先至吸收到未來嘅供應？你同我講而家唔係一個住宅供應過剩，你基本上都係即係擘大眼講大話㗎啦。咁面對住好多發展商、商界都要求政府係未來停止賣地，但係政府嘅回應呢係並唔會停止，反而係將地皮拆細，甚至係我之前都出過條片講啦，你而家係將個地價壓低，可能係用一個所謂取消高地價政策，甚至係賤賣土地。講緊東涌嘅地皮1,500蚊一尺，係一個10幾年嘅新低，對上一次已經係離島坪洲嘅地價。咁你同我講而家樓市係健康，甚至乎陳茂波上立法會，我都唔知佢邊度嚟嘅信心，係話樓價已經見底啦。呢個其實真係相當之荒謬，即係喺咁多年入邊，我比較少見到咧政府官員咧就住樓市作出一啲咁嘅預測。所以我哋見到譬如係前自由黨嘅主席田北俊，亦都喺商台節目光明頂批評，如果政府真係覺得樓價見底嘅，你咪叫政府買晒而家嘅發展商嘅一手單位咯。咁你未來幾年你見底啊嘛，會回升，咁你政府咪會賺錢咯。哇！呢個說法真係好有力啊！即係你完全係將陳茂波咧打完左邊打右邊。咁所以即係話供應過剩呢個講法咧，基本上都唔係事實。另外就係講緊香港銀行嗰個資本體系，因為標普嘅報告講到，因為商業樓宇嗰個信貸出現巨大風險，其實已經影響到銀行嘅壞帳。而政府出嚟嗰個回應係咩呢？佢個發言人講呢，就係香港嘅銀行體系房地產貸款呢係3.4萬億，佔咗本地總貸款嘅1/3，而其中呢，當中5成6呢就係住宅按揭，剩下嘅4成4呢就係
本地地產發展同物業投資貸款，其實正正就係呢4/4嘅本地投資物業同商業物業嘅貸款呢，係而家出咗事。咁基本上因為呢方面嘅物業價錢呢已經大跌咗50%甚至60%以上，基本上你而家放出街呢都唔會有人吸納㗎啦。我哋見最近譬如紀惠集團嘅湯文亮花佬湯，佢自己個集團旗下咧就不斷係出售相關嘅資產，咁但係自己咧喺報章嘅文章咧就叫人哋繼續買樓，即係我見有啲評語都話，即係叫人衝就自己鬆，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唔負責任嘅做法。你呢個商業房地產嘅貸款呢，已經係一個計時炸彈，影響到銀行嗰個貸款質素。我哋講緊恒生嘅不良貸款比率已經創咗20年嘅新高，超過6%。咁但係你政府呢，仍然係視若無睹，只係話整體嘅銀行資產風險可控，又係用可控呢個字，而且撥備充足。咁基本上咧都係無視而家眼前嗰個貸款可能出現波及到中小銀行嗰個風險，所以你見到咧就而家政府呢啲所謂回應咧，基本上都係軟弱無力，亦都唔能夠回應到核心嗰個問題。我哋見啱啱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第一次提出港澳地區要加強所謂深化國際嘅聯繫嘅能力。咁但係我哋見呢啲咁嘅反駁隊戰狼不斷上身，我哋見我哋嘅保安局局長仍然都係不斷戰狼上身，用反駁隊隊長嘅身份出戰。而家加埋財經官員又出動第二隊嘅財經反駁隊去反駁一啲國際評級機構嘅一啲負面批評。咁到底我哋啲官員明唔明白？即係中央俾落嚟嘅指示係要你加強深化翻國際嘅聯繫呢，而唔係喺度喺度搞破壞，不斷透過呢啲所謂反駁，將一啲軟弱無力嘅數據去反駁所有無論香港市民、國際機構、評級機構、投資銀行都見到嘅經濟風險呢。咁呢個其實都幾令人擔心，以香港官員而家呢個水平呢，既達唔到中央嘅要求，亦都令香港市民呢其實係不斷 suffer，可能受苦。呢個呢先至係令人擔心。好啦，今日發牢騷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星期咧再同大家講其他財經話題啦。咁希望未訂閱呢個頻道嘅朋友咧係可以訂閱啦，亦都可以 like、share、subscribe。我哋下星期再會。